5月7號星期三晚，跑馬地安排咗9場 A 欄賽事舉行。頭場6點35分開跑，田草 A 欄排檔不拘㗎，前置快放有力，長途留下搭都可以追到嘅。今期開始用呢個新頻道Win 加上載嘅，請各位訂閱按鐘，保留舊頻道。本台而家未有盈利廣告收入嘅，請各位請我飲咖啡，多謝各位。星期三有幾陣驟雨，大家臨場留意下場地。馬會現時係掛緊呢個好地牌嘅。第一場5班1650米賽事，呢場我要8號極速之子做膽，董明朗騎128磅排第9位。極速之子5歲馬，嚟香港跑過26場賽事，贏過一個 Win 一個第二。上仗就喺呢個田草1650米跑第2嘅。今場加咗4磅，馬狀態大勇嘅，可以穩位望贏。呢條片係4月30號谷草1650米賽事嘅，紅色箭嘴指住嗰隻白鼻梁嗰隻，就係極速之子。上次就董明朗騎124磅，今次禮拜三都係董明朗騎加咗4磅。咁第一場要8號極速之子做膽，腳拖2號焦點，5號傳承者拖埋隻6號馬有運。第二場5班1000米賽事，呢場我要3號遙遙日上做膽，巴道騎127磅排第1位。遙遙日上4歲馬，跑咗路程贏過一個 Win 一個第3落第1次嘅。上次就啱啱喺4月16號勝出咗，贏咗馬就加咗2磅，就抽翻第1位形勢有利。呢場可以做膽。呢條片係4月16號谷草1000米賽事，紅色箭嘴指住嗰隻咁藍衫粉藍帽嗰隻就遙遙日上，當時孭125磅都係巴道騎。咁第二場要3號遙遙日上做膽，腳拖4號快樂騎兵，5號中華威威拖埋12號天分高。第三場4班2200米，呢場我睇到11號幸運同行楊明倫騎上仗跑呢個谷草又係2200米後上攞個第2，就輸4分3馬位。咁呢次就加咗2磅，用翻楊明倫。星期日快跳馬火氣無聲呢場可以穩位望贏。腳要7號三江飛輪、1號掌聲同埋8號管之友。第四場4班1200米賽事，呢場我中意9號飛黃梁家俊騎飛黃最近跑咗4次谷草1200米賽事，攞咗3個第2一場我跑第4嘅。廉貨快跳力磨，志在打開香港勝利之門。腳就要2號超霸勝、4號首進同埋11號添喜運。第5場4班1650米，呢場我中意嗰隻3號翠兒威威，周俊樂騎嘅。翠兒威威嚟香港跑過7次馬，上次係最接近啦，跑落谷草1650米就跑第3，輸過2馬位。今次都係孭翻131磅，繼續用翻周俊樂，馬就越跑越進步呢場可以穩位望贏。腳要1號試跑得10號奮鬥輝煌，拖埋隻8號快活英雄。第6場4班1200米賽事，呢場我中意3號的愛好，布文騎的愛好嚟香港跑過3場賽事，最近一場跑谷草1200米賽事後上跑過第3，就落後4分3馬位。朝早操練積極練馬師就好緊張，呢場可以穩位望贏。腳要12號電信驕陽、6號長勝力驅拖埋2號智碗同行。第7場
4班1650米賽事，呢場我中意隻6號飄智，阿潘頓騎啊，上仗由頭放到尾，又贏咗個幾馬位 win 咗出嚟嘅。前日阿潘頓試過1200米泥閘㗎，試過隻馬嘅後勁。星期日快跳神態活躍，咁啊嚟緊禮拜3可以穩位望贏。配腳要11號年年歡呼，4號論文，要埋隻2號新榮之星。第8場3班1650米賽事，呢場我要7號智勇名區做膽，霍宏星騎120磅排第7位。智勇名區5歲馬，今季係大熟大勇啊！最近跑咗3場，谷草1650米，前2場係4班賽嚟㗎，就跑第1，跟住上仗升上3班就跑第2啊，輸條頸位嘅。朝早頻頻快跳啊，狀態勇放持續。星期3可以坐2望1，同埋條片嘅仲有12號仗義班低禮騎116磅排第6位。仗義嚟香港跑過11場馬，考谷草就跑過1場，就上次喺1650米啦，後上攞第3，輸俾頭馬都係4運3馬位嘅。證明仗義咧好合適跑呢個快活谷㗎嚇。星期3晚有力爭勝。呢條片係4月16號，谷草1650米，紅色箭嘴主住嗰隻，而家打出嚟嗰隻就係智勇名區啊，貼藍白色箭嘴主住嗰隻就係仗義。第8場我要7號智勇名區做膽，腳拖12號仗義，10號勝義，拖埋1號獨角獸。第9場3班1200米賽事，呢場我中意隻7號幸運星球，蔡明少騎㗎。最近蔡明少連贏2場啊，一場喺田草1200，最近一場喺谷草1200米，大勝對手4個馬位。星期日快跳，馬有火有力啊！禮拜3晚喺3班競逐，應該阻力不大，可以穩位望贏。腳咧就要4號飲杯、5號時尚風趣，同埋10號安康萬里。連贏位置 Q， 第一場86極速之子拖2號焦點，拖埋5號傳承者。第二場3號遙遙日上，拖4號藝樂奇兵，拖埋5號中華威威。第8場7號智勇名區，拖10號勝義，拖埋12號仗義。橫彩投注。第4場9號飛王，第5場3號翠兒威威，第6場3號的愛好，第7場11號年年歡呼，第8場7號智勇名區，第9場7號幸運星球。三寶投注第一口。第3場7號三光飛輪同埋11號幸運同行。第4場4號手進同埋9號飛王。第5場一隻3號翠兒威威。三寶投注第二口。第7場6號飄智同埋11號年年歡呼。第8場7號智勇名區同埋12號仗義。第9場一隻7號幸運星球。請各位掃描二維碼請我飲咖啡，多謝各位。記得訂閱新頻道同埋按鐘。下期再見。